一走出嚟，喂就想打啦。咁喺未開打之前，畫佢啦呢度，佢簽唔住。哦 ，action！ 第一次做男主角，梗係緊張啦，同埋開心嘅，因為始終前面我嘅文戲咧比較實戰得少啲。咁啊，呢次係可以做男主角，同埋有咁多文戲。每日其實我拍之前我都去做功課，做下譬如我今日要拍邊段文戲，咁我就先溫下功課，大概係點樣。咁動作方面咧，咁之前喺橫店已經練過啦。不過到你埋位打啊，啲機位啊唔同啊，你好多時都要執生嘅。導演一開始同我去溝通呢個角色係點樣咧，就希望係比較。以前有一套電影叫做《姿三四郎》，即係希望佢會係一個咁嘅角色去演繹。我覺得張永成是一個敢愛敢恨的女孩，是一個思想非常進步的一個進步青年，有可能按照現在話說就是個憤青。但不管怎麼樣，我覺得在這裏面，因為是有他這份勇氣，所以才可以促成跟葉問的一段感情，而且我覺得又回到了一個很純真的年代。好像在這部戲裏面，我也覺得我跟葉問的感情，其實在整部戲裏邊，這是一部武打戲嘛，是非常出彩的。葉問前傳呢套戲裏邊呢，我飾演嘅葉天賜，亦都係葉問嘅大師兄師兄啦，又係即係佢哥哥咁樣嘅，即係自細。就仲有一個小師妹啦，美慧啦，咁我哋三個人咧就即係青梅竹馬一齊長大嘅，即係感情好好。我覺得今次喺呢個戲裏邊變化最大、轉折最大嘅，應該算係葉天賜呢個角色。我諗亦都係因為咁樣特別吸引我去，好想去演呢個角色啦。呢個師傅嘅性格咧，即係可能啲舊思想啦，即係葉問就去咗香港讀書啊，即係佢會學咗啲其他啲即係。中意功夫啊嘛，葉問佢咁啊學咗其他啲嘢翻到嚟咧，表現咗俾我睇，我唔開心，我好唔開心。即係個人比較固執嘅，你知唔知啊？即係認為詠春啊都係我哋嘅獨門獨派嚟嘅，即係你學得詠春你就唔可以話溝好多咁嘅垃圾嘅功夫喺入邊。但係咧，佢去香港嗰時咧，佢又跟咗係一個梁碧。梁碧咧就係我哋嘅師傅，即係洪金寶飾演我師傅咧，叫陳華順啦。陳華順嘅師傅就梁贊，就嫁喺佢個仔就喺香港遇見啦。咁樣咧，我喺葉問前傳入邊，咁我角色咧就係李美維啦。咁我就係同葉問啦，同埋葉天賜啦，同埋吳仲素、小山耀才一齊喺呢個精武會館入邊長大。不過現實中就大家都好朋友，所以即係有咩唔好啊，佢哋都會話俾我聽。Thank you.